上個月去咗紅十字會捐血站，但係捐唔到血，唔可以捐血，因為做血紅素測試時唔達標，咁就冇辦法啦。跟住係嗰幾日都食咗鐵丸，之後再預約捐血時間，結果再去另一間紅十字會捐血站，再做血紅素測試，天啊，又捐唔到血，因為又再測到貧血，即係血紅素唔達標。人真係老了，身體又不斷變差，唯有接受現實。如是者係2個月都天天食鐵丸，希望可以改善到貧血嘅情況。其實我係每天深夜大約3、4點起身食，因為空肚時食鐵丸係最好，但食後保持空肚幾個鐘，吸收鐵質係最好嘅。到早上起身再食早餐就冇影響了。係2個月，其實係做緊一個測試，睇下食1個月鐵丸有冇改善身體狀況。結果真係成功咗。今天再去捐血站，再做血紅素測試，合格達標，咁就捐咗450cc嘅血。